一个礼拜是神带领我们的，阿们吗？阿们。感谢主，今天是属神的日子，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他的殿中，绝对不是突然的，是神亲自带领你来到他的面前，为的就是要来听他的话语，为的就是要来赞美我们的神，阿们吗？阿们。哈利路亚。我们一起起立好吗？我们的神是蛮有能力的神，阿们吗？是的，他是我们的神，他天天与我们同在，每一天加给我们力量，加给我们信心，是这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阿们吗？阿们。哈利路亚。我们唱这首诗歌，蛮有能力。Hey!
节这样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你，我几时得朝见你呢？就在今天，你跟神说：主啊，我心里坎坷，我需要你。就在现在，就在现在，来到我们当中，进到我的里面，进到我的里面，让我可以大大的来赞美你，高举你的圣名。我们用这首诗歌，再次的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呼求，是的。我们要向神呼求，要向神祷告，因为他喜欢我
诉神说：主啊，我真的好渴慕，好渴慕，好渴慕。主啊，求你降下你的恩雨，滋润我们干渴的心。主啊，你设立你的宝座在这里，让我们可以大声的来赞美你。是的，主，求你来复兴我们，求你来复兴我们。主啊，我们真的欢迎你来，欢迎你来，告诉神说：主啊，我欢迎你来，我们同声来祷告。哈利
对着恩典时代的我们，能够重生的救而有的。谢谢你，耶稣，成为我们救赎主。我们要高举主荣耀的名，天天向你歌颂、赞美，直到永远，因为你配的。感谢你，耶稣，今天再次接续陈思国传道来到我们当中分享主你的话，愿他所分享的信息带着主你话语的权柄、能力、智慧，更高在陈思国传道的当中。也恳求主圣灵赐我一颗受教的心，有听的刺入、剖开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被神的话语天天更新、改变我们。谢谢你，耶稣，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再次用神教导我们的祷告说：我们在天上而路，人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会众请坐。这时候看开我们手边的周报，看一下下周的主日侍奉。下周是和堂礼拜，早上的9点半到中午12点。讲到的是刘耀春牧师，司礼是郭秋玉长老，司献是韩巴罗洛，林清朗执事。招待的是李佩荣，敬拜赞美是第4组，司琴的是苏秀丽。投影林家威，音控文开喜，献诗松年团契，执周长老陈春明长老。再看一下下周的儿主聚会暂停1次，那改至1楼的会堂，那请儿主的家长陪同敬拜。再看一下团契的聚会，松年探访关怀，主日会后会安排聚会跟探访。那妇女7月25号星期6晚上8点舞蹈练习。那主理的是梅花长老，领唱的是安妮。耶利米团契7月25号星期6晚上7点半。聚会的内容是帖撒罗尼迦前书3章58节。那并请思考牧师那天分享的题目：最近我有遇到什么困难？我是如何度过艰难的时刻？主理是牧师，领唱是嘉恩跟慕柔，在教会2楼。再看一下7月22号星期3晚上8点，家庭礼拜在正丰隆的府上，它地址是汐止区樟树一路，主理是由主理司会是温代执事。那再看一下下面的周3的家庭礼拜的。弟兄姐妹，那如果有需要调动的，请提早1周告知。上周的奉献额计是72108元。那上周主日的正道，牧师的保牧人与更牧人的摘录，也请弟兄姐妹再看一下，回去再看一下。我们再看一下教会消息的后面。欢迎主内兄姐参与敬拜，更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家人，欢迎。那这时候我们再看下面的第1点，本周读经进度路加福音上面要更正一下，是第11章到第12章。那请兄姐至招待处索取。鼓励姐妹弟兄读经运动很好话，说好话，说好话。那第2点，泰雅尔宗会拿布依教会与
8月9号来访问樟树教会，为了可以尽地主之谊，长族会议决，从今天开始，为期大概有2次的期间呢，开放兄姐以认捐的方式，协助教会在慈善预算上的支付。愿神赐福我们在一切的所需上，恩典尽都够用。那我愿神赐福兄姐的慷慨遵书。第3，长执会议决事项公告。那本会为响应中会101宣教基金运动。那上周主日，长执会有议决，本主日起，请兄姐就像儿主小型奉献的模式一样，那将兄姐你手中的零钱，或是以整笔奉献的方式，将你的爱心现金投资在我们那个招待处前面有那个爱心奉献箱，可以回头看一下那个爱心奉献箱，你可以投在那里面。支持我们中会海外宣教及本地小型教会牧者的生活补助所需，祈愿兄姐起来支持。那下周7月26号为圣餐主日，那有安排松年团器械师一起预备心练习。第5，中会青年部于7月26号下午3点在樟树办理青年祷告会。那请耶利米团契尽力邀请契友一同参与，并请预备心出席。那最后一项是上面没有登载。那我在这边向各位报告，就是教会我们左侧有搭起那个鹰架，正在施作玻璃帷幕的修缮工程。那也请年长者跟弟兄姐妹尽量不要靠近。出入都能够注意安全。那再我们看一下肢体消息。那请为年长者、肢体软弱者、为遇困境患难的家庭提名代祷。那以下名单请摆在祷告中。我们一起来诵读上帝的话语。本周经文。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启示录2章4节，我们再念一次。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启示录2章4节。这时候我们请诗班献诗，永恒的主。
7节，看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你要写信给所教会的使者说，他右手拿着7星，在7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神为我的名劳苦兵麻雀。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上一次的陈思国传道师分享的是信心的看见，勇敢的决定，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那他这一次要分享的正道题目是要起初的爱。这时候恭请陈思国传道师。所以我们叫什么？我们叫人类啊。
类嘛，所以我们叫人类，对不对？那人活着烦不烦呢？也很烦啊，所以我们叫什么？我们叫凡人啊。我们活得很累，我们活得很烦，然后我们很辛苦。可是上帝他不要我们只是活着，其实上帝要我们活出他为我们预备的荣耀。上帝他不是只是要我们吃喝拉撒睡，上帝要我们可以活出他为我们预备的荣耀。感谢主哦，因为如果我记得我上次应该有讲过，如果我们只是维持吃喝拉撒睡，然后我们活着生老病死，其实跟动物是一样的，因为动物也是吃喝拉撒睡跟生老病死。我们只是更高级的，这个比动物更高级的活着。我们感觉我们在食物链的顶端，可其实我们还是一样在有限的时间里的循环里。如果你的生命没有意向，你没有一个天上来的意向，你就会发现你再怎么努力哦，你都是为了地上会过去的东西而努力。怪不得很多人很容易感到很难过，感到很空虚，会感到很无力，会感到很失落，会感到惆怅，因为你们都只是在为着地上之前的劳苦。就当我以前也是很这样子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我很容易陷入到很多的空虚里面。因为呢，我追求一个事情的时候呢，我会享受在它的一个结果的荣耀。可是呢，当这东西一过去的时候呢，我就好像觉得什么都没有。我觉得我一开始的动机可能就是错，我没有在起初爱里面，因为我们是从上帝来的。我记得耶稣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大家明白吗？所以耶稣说：“我一开始是为了天父而来的，我也是为了天父而离开的。”如果你去看圣经哦。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他都在讲一个概念，就是我们从上帝而来，然后我们要回到上帝那里去。所以圣经是天父对我们的一个家书，是耶稣给我们的一个情书，是圣灵给我们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怎么样活出他所预定的生命的一个守则，帮助我们可以借着认识神，我们可以活出更不一样的自己。感谢神。那大家还记不记得耶稣讲过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应该是小婴孩的哭声啊，但是并没有这样记。圣经中记载了耶稣讲过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有没有人要猜一下？猜到的呢，等一下我后面呢没有预备奖品。还记得吗？有没有人要挑战一下？耶稣被记载下来，亲口讲过的第一句话，好，偷偷的提示一下，是他12岁的时候讲，是有被记载下来。来，有没有要举手一下？现场接受挑战。有人要挑战吗？大家不要看我的脸上没有答案，你可以试试看翻圣经，或许可以找到答案。我没有把经文贴上去，因为我的意思想要就是随堂考。有没有人？来，我们终于我们的第一位勇者出现了。弟兄姐妹们，教会需要勇者。阿姨挑战一下。到底把这个完整的话，在哪里读的？我们给我们姐妹一个掌声好不好？谢谢她。她讲对答案了啊，虽然没有到很完整，但是耶稣那时候呢，12岁的时候呢，在圣殿跟文士还有一些教法师在那边讨论上帝的话。
所以耶稣呢就一面问，就一面听。那时候呢，他妈妈呢因为搞丢他3天哦，所以呢就很慌张来看见他，就找他。然后呢就说：“我们找了你很久你怎么会在这里呢？”类似这样的话，耶稣就说什么呢？他说：“岂不知怎么样？岂不知我应当？”大家没有吃早餐吗？岂不是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对不对？岂不是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呢？因为如果我是他老妈我应该会先一巴掌下去。因为呢，找你3天结果你的态度反过来说，为什么来找我的？或是岂不是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那因为讲这句话呢，非常的至关重要，非常至关重要。耶稣说：“我应当以我天父的事为念。”那有没有人还记得耶稣他在死前讲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在十架上面讲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十架上他讲了至少被记载下来有7句话。我们简称10架7言，有没有人记得？可以猜一下，没关系，你们怕猜错。有人说我的背好痒，抓不到，是吧？是什么？来猜一下，挑战一下自己，来挑战一下自己。答案应该不在这里，没关系，可以看一下。有没有人要猜一下？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好，耶稣呢在十架上呢讲了2句最后一句话。为什么要2句呢？因为呢有2卷福音书呢都提到这最后一句话，那2句是不同的，但是没有关系，因为这2句呢是连贯说的。耶稣讲一句话说成了，但是什么东西成了呢？耶稣最后一句话他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那这2句话呢没有冲突，所以哪一个是最后讲的都没有关系，因为这2句话是连贯在一起说的。他说：“成了，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因为我发现耶稣他打从一开始，他其实就没有打算在地上建造任何国度。耶稣打从一开始就没有想在地上什么盖一个很雄伟的很宏伟的建筑然后什么盖什么万人教会对，一开始都没有这打算。耶稣开始要以天父的心为念，完成天父的旨意。所以从天父到天父，他在约翰福音16章28节说：“他说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那现场有没有人会开车的举手看好不好？应该大部分都会没有人会吗？会开车的举手看啊，会开车的。好，会开车，大概现场5、6位会那其他人应该都乘客嘛，像我一样，我是不会开车的。你在开车的时候呢，如果你要去一个你没有去过的地方，通常我们都会打开手机，我们会查什么东西？我们会查 GPS 嘛，对不对？我们会查卫星导航嘛，我们会用Google Map打开一个卫星定位。那它会出现2个需要，第一个，它需要知道 A 还有 B。A 就是你的出发地，对不对？你的起始点。那 B 是什么呢？你的目的地，对不对？你的终点在哪里？如果今天我们不了解我们是从神来的，我们就会活得很虚幻，我们会活得很没有目标，我们会活得所谓的很随缘。你知道什么叫随缘吗？随缘是一个佛教的用法，所以基督徒尽量不要用随缘这两个字。我知道我们很口头习惯，但是因为佛教的3法印当中呢，或是他们很基础的概念呢，他们认为就是一切都是起于因缘，也是灭于因缘。他认为这一切东西呢，就在一个非常错综复杂的一个互相因果的一个影响里面，而带出了现在我们看到一切的东西。
所以对佛教来说，他们不解释第一因，他不会告诉你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他们认为这世界是存在的，可是他们无法否定神的存在，他们也不会承认，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不在我们的教义里面。所以佛教不讲第一因，佛教也是无神论的概念。以至于他们很多时候呢，他们面对很多的苦难的时候呢，他们就会说什么？他们说什么？我是来怎么样？我来还债的啊，对不对？那如果今天我这边对不起你，我说我下辈子可以帮你怎么样？怎么样？做牛做马，对不对？因为他们活在一个就是六道的一个轮回里嘛，除非他们可以在人道中修道，然后可以跳脱出六道轮回，进入到一个所谓的圆满者的境界。以至于很多时候，他们对很多的苦难，他们对很多的冲击，他们对人生很多大小事，他们就是用一种承受的方式。我就接受，因为对我来说，这应该是我上辈子造的孽，真的是我上辈子的问题，所以我必须要接受。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一个截然不同的答案是：苦难是有意义的，明白吗？苦难是有意义的。甚至耶稣他可以当犹太人的王，他不愿意当，他愿意死在十字架上面，来为我们完成一个救赎的工作。为什么？因为他走在天父的旨意。如果今天你不知道你为什么受苦，你会不知道为什么你要承受这一切的成功，以至于你在痛苦中你会很挫折，你在成功中你会很骄傲。你可以事业很成功，但是你可以没有在完成上帝的旨意。一个职场的成功人士，如果没有金钱的心，就是几乎很难荣耀神。你可以说我这样很成功啊，我在荣耀神啊。但如果其实里面是没有敬畏神的心的话，你很难荣耀神。那这样子，比尔盖茨应该比你更荣耀神，应该比你更成功啊。这不是圣经的标准。如果今天我们迷失在关系里面，我们会失去人生绝大部分的意义。所以我可以看到创世纪到启示都在告诉我们，你要走在天父的心。耶稣第一句话跟最后一句话也告诉我们，就是他要走在天父的心里。唯有知道自己从天父而来，我们才可以有一个回到天父的目标跟理想。好像我们可以清楚知道，我们为什么要经历这一切的事情。我们生命会有很多的苦难，很多的痛苦，很多的挣扎。为什么我要开阔教会？我们以前在教会，我们受到重伤，我们遇到很多的挑战。我记得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所以呢，当我们长大每个礼拜我们都要做很多的服事。我上次有讲过这段故事，我就跳过一下。当我15岁的时候呢，我们教会大概60-70个人。那我就说，我每个礼拜我会做4样到5样的服事。小学5年级我就负责做整间教会的周报，一手包办全部，输入所有的资料，大概跟你们的复杂程度差不多。然后小学5年级一个人负责，还要折出来、印出来，还要去买单本夹、买 A4 或 A 的纸。国中的时候呢，每一个礼拜我们就4样到5样的服事，所以你很少会看到我坐在椅子上面，因为我大概要么在前面，要么就在后面，要么在外面跑腿帮忙买东西，因为我腿很长嘛，所以负责跑腿的15岁的时候呢，我们教会发生了一些问题，事实上不是一些，是很多问题。那时候我的父母亲呢，我妈妈身体不好要休养，我的爸爸呢要在台湾去做一些菲律宾地区教会的牧养，所以我们那个华语堂呢，就是菲律宾的华人的教会呢，就发生很多的问题。那时候我15岁，我姐姐18岁，我哥呢已经回台湾读书了，所以我2个人呢负责教会80%以上的服事。那时候就开始有一些状况发生，以至于就开始有一批又一批的人离开。我们的核心同工离开了，我们的新朋友们留不下来，我们的去稳定约会友也开始离开了，我们变成50个人，慢慢的我们变40个人，慢慢的我们变10个人，慢慢的我们到不到10个人。你可以想象一个画面吗？我15岁的时候呢，我在思琪，我姐呢带敬拜，我们主日崇拜早上10点开始，可是我们台下呢只有1个人而已。主日崇拜开始了，不是小组哦，我们只有1场崇拜哦。礼拜天早上开始10点，我弹钢琴，我姐带敬拜，一个15岁，一个18岁，然后台下只有1个人。
你会不会觉得很悲凉？你会不会觉得很受打击？会？很打击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唱快歌呢，我们实在唱不下去，我们就唱得很慢。快歌呢变成慢歌，那我们慢歌呢，我们就唱一下告别式的歌，因为很沮丧嘛，头都低低的。然后我们唱那种复兴哦，求主赐下灵火，越唱越心虚，因为你里面真的不相信，你很失望，对教会非常失望。然后呢，我们有时候还会，你知道敬拜都喜欢弄一些噱头，跟旁边人说耶稣爱你，台下一个人怎么跟旁边人说耶稣爱你啊？旁边没有人啊，对不对？这样很尴尬啊，所以呢，台下那个人就耶稣，我要开始说耶稣爱你，只有一个人，然后慢慢的呢，可能过了10分钟、半个小时，第二个人就进来。所以每个地方我们聚会哦，我们就是很沮丧。那我就记得我姐姐那个时候呢，她实在是很痛苦。每一次聚完会呢，她就打电话给我爸爸，她说可不可以我们把教会关掉，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在哭。然后呢，我在旁边呢，我就在那边晃啊、放空啊、发呆啊这样子，反正也没事干嘛，把事情做完了。那我姐就一直很想要离开教会，她说为什么我要留在教会？她说为什么我是牧师的孩子？她就很受伤。所以我姐呢，18岁后呢，还有我们继续服侍18，我到18岁，3年后呢，我们有3年都是这样的光景。我现在问你哦，你每个礼拜还是要继续做周报，你还是一样要继续的预备敬拜，你还是一样的要为教会算账，然后帮教会申请水电费，你还是一样的要向你的爸爸报告教会的情况。可是呢，都一成不变，每个礼拜就是不到10个人，然后每个人进来就那种。沉重，你会不会很失望？会很失望。然后你新朋友进来的时候呢，难得来一些新朋友，就会觉得你不知道他的表情就是很失望的表情。你们教会怎么会这个样子？他们嘴巴虽然不会这样说，他的表情就是你们教会怎么会这样子？那更尴尬的是呢，聚完会之后，我姐问他：“那你们今天还好吗？你们下礼拜要不要再过来啊？”你知道吗？那不知道说新的表情的一副就是我打死都不会想这个表情的。那种表情感就是就很尴尬。我再跟你说，我现在想就好笑。但是那时候我们就说好悲哀哦，为什么教会沦落到这种光景里面呢？很像就是那种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知道吗？所以呢，我们就很受伤。到18岁的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我说我长大之后呢，我绝对不要再回到教会。我说我不要浪费时间，18年的时间，我说够了 ，enough。我要离开教会，我不想再回来。等我长大翅膀硬了，我说不要再回来。我这样告诉我自己，我很感谢神。我在隔年的时候，我经历上帝。我18岁的我书上面有写，我18岁的时候经历上帝，以至于我重新的用不一样的眼光看教会。上帝开始告诉我，就是他对教会的意义是什么。重新的摸索，很辛苦的挣扎。而上帝，如果你要我爱教会，我实在爱不下去，我要爱教会。所以19岁、20岁、21岁，我离开菲律宾以前，我们教会还是一样很虚弱，但是我一个人每天祷告1个小时。我们经历了非常多神迹，我们在校园建立小组。而我的姐姐18岁，她离开教会10年的时间，28岁，感谢神2年前，她又回到了教会，这是上帝她的。这上帝给他的恩典，但是我很清楚知道为什么人们在教会受伤。我知道教会有所谓的老基督徒的存在，所以当我看到老基督徒的时候，我并不会觉得很生气，我反而会觉得很怜悯，因为我曾经是这样的。我很清楚知道每一个所谓的老基督徒，或者你会可能会自嘲说啊，我是老基督徒的啦，你可能会这样自嘲。但你不要忘记哦，开玩笑的一半是真的哦。你会这样说，代表你里面你知道你有些老油条地方是需要对付的。那我很有资格讲这个东西，为什么？因为我以前很老油条，因为我的身材像个油条嘛，有没有？瘦瘦长长的。每一个老基督徒呢，都曾经很火热过，那只是他们受伤。每一个主动的人，每一个现在很被动的人呢，都曾经主动过，只是他们受伤。每一个不想要服侍，你要不要服侍？不要找我，没关系，我很忙一大堆，都曾经想要服侍过，只是他们。
回到起初的爱呢，我们就一直停滞。其实最伤心的是天父，因为阿爸父对你有一个很美好的旨意，我们一直因为人而绊倒，他没有意义，这是没有意义的事情。你要越过一切对跟错来找到天父。你如果要我去解决所有在教会中我受到的伤害，我告诉你，我今天不会在这个地方，因为解决不了。你必须要越过很多很痛苦的情绪、受伤的情绪，你要找到天父。你可以想到吗？我们关心年轻人哦。我记得那时候我去到台北的一些贵族学校探访3个国小生，我就去麦当劳请他们吃汉堡，然后他们就一边滑手机呢，就一边吃汉堡，然后完全不跟我讲话。可是他们讲话的时候，他们就去滑手机。我请他们吃饭，然后呢，吃完之后他们就说只有这样，然后你不说谢谢不重要。你会不会很想要把都给？会不会？会啊。还有学生哦，就是我们去带你一道去门口探访他，我们跟他约5点半，然后6点半才出现，6点出现，迟到半个小时。然后出来的时候，我忘记了跟你有约，然后他问你要不跑掉，也不跟你讲话。我或者放你跟我被学生放过300次鸽子，不是同一个学生，但是至少我们累积下来放过300次鸽子，不夸张。然后呢，我记得我去国中教课的时候，我在教那个辅导课，有3个女孩子3个不是1个2个3个是3个。我当着学生面就直接骂老师 F 开头的脏话，就是发音像 father mother 之类的脏话。那我应该不用发音很正确。那个更可怕的是，那个老师是我就会骂呀。那你要有什么反应？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另外一个学校，我一进班上，同学对我比中指。请问一下，5年的孩子对一个老师比中指，你会有什么态度？你会不会生气？告诉你会不会生气？感谢主，还好我就算生气，我头发没跟他。所以那个时候呢，很挫折，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有些学生呢，就很混，每次呢都会抢老师。然后那时候呢，课本呢也不写，就趴在桌上睡觉。然后呢，下课就把书本丢给老师，只有丢的哦，坐第3排哦，就我在第1排，在那个黑板前面就丢给我。老师，我没有接到啦，这样子，很爽。然后1个丢，2个3个丢，3个4个丢。你会不会觉得很挫折？告诉我，我们是义务性的进到学校这样教，你会觉得没有价值。每天晚上我就跟神祷告。有一天晚上呢，我就哭着跟人说：“上帝，我不干。”我说这个东西实在没有价值跟意义，他们根本就不屑嘛。我说上帝，你也说不要把珍珠给狗，对不对？要不然他们不知道嘛。我说我不想干了。那个时候呢，我就昏昏沉沉的，我就睡着了。当我醒来，当我在睡梦当中，我就看到我做一个梦，我不知道意象还是梦，反正我就看一个画面。那个画面是我在台上。我在讲台上，然后我在跟着一群学生，因为我们带青少年嘛，我在跟学生讲到，然后学生头都低低的，所以我一边讲到，突然间每个学生都把头抬起来，然后我就看到每一个学生的脸呢，都是我的脸，我就吓到了，然后从梦里就醒过来了。我说上帝，为什么他们都是我的脸？上帝跟我说，因为当你在服侍他们的时候，你正在服侍以前的你自己。你是在服侍以前的你自己，你会觉得很辛苦，但不要忘记，当他们生命改变的时候，他们的生命也会一样被我所使用，真的我怎么样使用？明白吗？上帝告诉我是我的爱不够，我必须要学会去。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国1的女孩子就过来，她是一个聚会很不稳定的孩子，她过来，她就是那种，反正就是每次都要被我说别人坏话那种型。可能是我不知道，可能是民事8年了，他带过，他过来，我问你那个我同班同学有一个学生跟男朋友同居我可不可以去找一个男朋友跟他同居你听那个国1的女孩子在跟你说，会不会想他了？会不会？
在爆炸这样，还有吗？我就问他，我说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讲，我想骂一顿，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讲，所以我就开始跟神祷告，我说上帝，你要我怎么回应他？那个时候呢，我觉得上帝让我看到一个很破碎的心。你去想一下哦，一个女孩子，她如果真的要跑去跟男朋友同居或找男朋友，她会先问过传道人吗？会吗？所以代表她真的想找吗？答案是没有。她其实不想，她只是想要知道我的反应是什么。她想要测水温，她想要戳我一下，她想要踹我，看看我里面的反应是什么。那个时候呢，我就开始跟她解释，我就花了15分钟跟她解释说伦理的层面啊，教育的层面啊，会影响你的未来的层面啊，生涯规划的层面啊。我说以圣经的角度啊，我说以这个身心灵发展的这个成熟度啊。我刚讲15分钟之后呢，他就点一点说他说哦，原来如此。然后呢，他又讲第二句话，他说可是我还想找一个男朋友，然后跟他同居耶。那你听到我这个更生气了。那我花了15分钟前面跟你讲的，你的反应是竟然是这个样子，我就很挫折。所以那时候呢，我就开始祷告，神就让我理解是，他只是想要知道我的回应是什么。我就跟他讲一件事，我说孩子，我说我已经跟你解释完我们的立场，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我说你是自由的，不管你要做什么样的决定，或者你未来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要告诉你，我们教会的门永远为你敞开，而我们永远欢迎你来到我们教会，这里是你永远的家。我说就算你挺着大肚子走进我们教会，我们都还是不会有异样的眼光看你，然后我们一直欢迎。他终于有讲话了，他看着我，然后就点头，然后微笑了就跑掉了。我要讲只是说，我们如果能够回应人心里面的破碎，其实我们可以省下非常多的跟对方消耗的一个过程。其实对方的心没有那么的刚硬，他们只想要知道到底你爱不爱我，你在不在乎我而已。当我今天犯错，你还是不是愿意接纳我？当我们今天来到天父面前的时候，我们回到起初爱，我们要去思考上帝到底你要我们活出什么样的人生。我们会跌倒，我们会软弱，但是我相信上帝告诉你是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对不对？那有时候我们就像这个小女孩一样，我们会有发脾气的时候，我们会有故意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自以为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耍废的时候。但是我要告诉你，上帝仍然对你的生命有计划。他可能被搁置了5年，可能被搁置了10年，但是这个计划一直永远存在。他会用你的生命荣耀他。就算你过去生命有很多污点，上帝要使得羞愧的人再一次活在荣耀里，使软弱的人再一次活在刚强里面。如果要讲生命中的羞愧跟犯错，我生命犯了很多错。我的错非常之多，多到大家眼睛会跌出很多负。但是我很感谢神，我常告诉我自己，我也祷告这样跟上帝说：上帝帮助我，在每次的错误之后，体会到你更大的爱，以至于我可以有更多的勇气展现。阿们吗？弟兄姐妹们，不要犯错，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事都不要做。但圣经却告诉我们说，知善却不去行，就是错误，是一个罪。如果你知道神的心意，你还是不愿意去做，这本身就是一个罪恶。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活在起初爱里面，好吗？我想时间我们就往下讲。我们先讲一个故事。我3年前的时候呢，是我人生一个非常一个沉重的时刻，是我人生一个低谷的时候。所以3年前，当我要离开我原本的牧养工作的时候呢，我身心俱疲，我非常的疲惫。那时候我就跟上帝祷告说：上帝，你要我离开牧养的工作多久？我还祷告，每天晚上呢，我离职前几个礼拜，我祷告的时候，神就给我数字3。我祷告，我就看到3这个数字。那我知道不是3天，也不是3个月，我知道是3年嘛。感谢神，应该也不是30年了。如果是30年，我今天就不会在这里。所以呢，我就说你要给我印证，因为我认为呢，当时的我呢，我的个人计划是我最快离职后，我半年就要开多少份。那我最慢的1年就要开拓，所以3年呢是跟我原本的计划差6倍的时间。我就说上帝，那你一定要给我印证，如果这个是你的心意的话。就在我离职后呢，就从原本叫离职后的10天之内呢，
我去了3场不同地方的特会，3个不同讲员、不同的主题，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发生了。他们竟然不约而同的都讲到了同样一个故事，是他们生命中有3年被神放在一个原本不是他们计划里的地方。然后我就听了之后我就很惊讶，因为10天之内有3个讲员都讲了一样的故事，不就3年嘛，我就知道是上帝跟我说话。所以我就跟神说：上帝，如果你要带领我出国进修，那你为我预备我需要的经费。所以神呢就开始供应我，在那一年我经历非常丰富的供应，是超自然的。很快的我就存到了钱，可以去到新加坡去读亚洲神学院的英文部，然后就去到那边，再有2年的进修。神在这3年当中呢，让我经历很多很神奇的事情，特别是关系上的修复跟和好。那过去我的服事呢是速度比较快，比较急，所以呢，我们以前遇到很多冲突呢，我们会常常用取代胜过修复。什么叫取代胜过修复呢？就是我跟一个人发生冲突呢，我就懒得理他了，不管他了，反正你背逆嘛，你不想被跟嘛，你不想被带领嘛，你不想要顺服嘛，那我就换下一个人去。那我跟第2个人遇到沟通问题呢，可能很雷同的，也换第3个人。以至于我在那个之前的服事当中呢，我们经历很多神迹，可是我们也带来相当多破碎的关系。所以当我到新加坡的时候，我就开始跟他祷告，神说你要为着关系的修复祷告。我就开始祷告。结果1月初呢，我祷告1个礼拜后呢，有一天我的脑海里就浮现出一个妈妈的人。那这个妈妈呢，以前跟我是一个很好的同工，我们一起打天天下无敌手，然后呢，我们一起带许多人信主。可是后来呢，我们发生一些冲突跟摩擦，然后呢，他就离开教会，离开我的团队，然后他就很受伤，那我也蛮受伤的，所以我们大概有1年多的时间没有联络，大概1年多。就那时我脑海里浮现他脸的时候呢，我说上帝，难道你要我跟他联络吗？神就说是的，我要跟他和好。我说太尴尬了吧，我1年多没跟他联络了耶。我说要联络应该是他跟我联络啊，因为我在带他的嘛。可是呢，神就要我学谦卑。我说这样子好不好？上帝，你再让我祷告第2天，你再给我多天祷告，因为我现在还没有预备好。我说我再祷告1天，所以我当天我就没有联络他，虽然神感动我联络他，我就放到隔天早上起床哦，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他主动的联络我，这个妈主动的爱我，然后就跟我说，阿果，上帝感动我联络你。然后很生气哦，然后我们这样很好的，然后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有很好的关系，我们有很好的联络，我们一起给耶稣一个掌声好不好？哈利路亚！我就开始跟神祷告，上帝，我以前所有破碎的关系，可不可以慢慢的一个一个恢复？就是神就在那1年哦，那2年哦，用一些很神奇的方式，就只要你祷告，神就会工作了，真的，你不祷告的话，神就真的没有办法工作在你身上。祷告，上帝啊，让我想到还有什么关系可以恢复的。祷告。我3年来我最想要遇到的一个同工呢，也是我最不可能遇到的，也是过去我跟他关系很好，可是后来我的关系就是破碎的一个同工呢。我这3年第一次没有遇到，而且我还梦到他。每次我梦到他，我就会很失落，梦到他3次4次。到今年的1月中呢，当我在温哥华的时候，你知道有多厉害吧？多夸张吗？我们在台湾服侍3年哦，我们竟然在温哥华相遇。我在温哥华教会讲道，他在温哥华的旁边就住在那个地方。他知道我来讲道呢，他竟然主动来找我，让我非常惊讶。我最想遇到一个人，我最想跟他和好的人，今年1月中，我在温哥华跟他见面，人家主动来找我。上帝满足了我里面的一个遗憾跟缺憾，他恢复我心。那天神让我跟他有很好的相遇，我们很好的和好。然后那天神就跟我说：“阿国，我要完全的修复你上一个季节的缺憾。”因为他告诉我，如果你上一个季节的问题没有解决，你没有办法走进下一个生命的季节。弟兄姐妹们，环境的改变不是季节的改变哦，大家不要误会哦。心境的修复跟更新才是季节的改变。如果今天你里面有很多破碎没有改变，你再怎么换工作的环境还是一样的。如果今天你跟你太太的问题没有真的得到解决，你们只是去吃喝玩乐，去忽略这个问题，或是不去谈而已，你们会永远重蹈覆辙。
生命的季节改变不是因为环境，不是因为外面的四季春夏秋冬，它是一个心境的更新跟修复。所以我就说，上帝，谢谢你成就我祷告，而这祷告是我做梦都没有办法想到的。我说，因为你给我这样印证，我愿意开多少年。这是神给我的第一个恢复，关系的恢复，非常3年来恢复了20到30个人以上的关系，一直恢复，它让我的身体越来越健康，生命越来越丰富，很奇妙，我就没有想过了。第二个呢，我记得去年11月，当我离开新加坡之后，我就去马来西亚服侍2个礼拜，去讲道，我又回来台湾2个礼拜。今年1月初我又飞去美国，我去圣地亚哥服侍了又2个礼拜。然后呢，1月中我去温哥华2个礼拜，2月初我又去到了多伦多讲道2个礼拜。那我本来还要在香港5天去讲道的。那2月17号会从香港回来台湾，可是因为2月中的时候呢，这个疫情已经爆发，对不对？所以呢，2月17号我们5天的讲道全部取消，我就变成2月12号回来，就是很临时改机票。我2月第一个礼拜我就改机票，改到是2月12号回来。那大家可能觉得我干嘛讲这个东西？2月12号也不是什么重要的日期。那2月10号呢，当时我也不认为很重要。可当我回来之后呢，我就跟我的同工几个同工吃饭，然后我们就开始去探讨一些人。那我其中一个同工突然问我一个问题，他说：“阿果，你还记得你3年前的哪一天离开原本的教会吗？就正式离职了。”我说：“我早就忘记了，我也没有想过这个日期，我也没有记下来过，因为对我来说这个日期并不重要。”等他提醒我的时候，我就回去翻我的行事历，我就非常惊讶的发现，我就是3年前的2月12号离职的。因为我发现3年后，我2月12号从国外回到台湾，开始重新的光盘。上帝告诉我，3年就3年，1天不差。上帝他要我回来，重新的建造教会。阿们。这上帝给我一个很清楚的第二个印证。感谢赞美主。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跟上帝来祷告，我说：“上帝，你要帮我找到一个场地，是我们的同工、我的门徒们，我们可以聚在一起来建造教会。”我就跟神这样祷告。我们找了3个礼拜哦，我们去了很多地方都找不到，我们去了泸州啊，去板桥啊、三重啊、台北市啊，对，新竹其实我们有找过，但是我没有去看场地。我们去看了7个地方都没有找到，我们就很沮丧。到2月底的时候呢，快3个礼拜的时候，我们都找不到，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呢，有一天我去一个教会讲道，那个教会呢刚好要搬家。一般的教会呢是要搬到更大的场地，他们是要搬到更小1倍的地方，所以他们很多东西都要送人，他们的十字架啊、舞台地板啊、他们的招待桌啊、他们15张椅子啊、4个吊扇啊、1控台啊、红地毯啊，然后他们的摄影机啊、监视器啊，全部都要送人。哇，我算一算可以帮我们省下很多钱的。所以他就说：“阿果，这一卡车的东西呢，15样东西全部送给你，请问一下你要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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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嘛，对不对？说太棒了，我超想要的耶。可是我说，可是我没有场地，所以我就问我一个朋友，他说：阿果，你可以放在我的会堂里，可是你只能放3天，因为3天后我们有祷告会。那时候我就很紧张，因为呢时间非常的赶，而当我那1、2天我就要做决定了，我到底要接还是不接？如果不接呢，我就要客气；如果接呢，放了3天完之后呢，因为我搬过去就花3000块了。如果我还要办1次，然后又没有场地的话，那不就是更麻烦吗？所以我就跟神祷告，上帝，你要不要我接？因为我祷告完之后，神就跟我说接。我说好，上帝我就凭信心接。虽然我还没有场地，而且1卡车的东西哦，超多的哦，我就接了。当天呢，我很快的呢，我们就把东西全部运到那个教会去了。3天开始倒数，可是不要忘记哦，如果我找一个场地，我要跟房东签约哦，我要搬过去哦。也就是说，我很可能第1天就要找到，对不对？第1天就要找到。就那时候我全部搬过去之后呢，我就跪在我的房间祷告，我说：上帝啊，你要我接的，我现在已经接了，下一步该怎么做？我说可不可以让我今天就找到合适的房子？我们找快3个礼拜了，找到18天哦，你知道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当天下午在打开591租啊，就我已经刷不到几百遍了，我就突然看到一个我以前没有看到的地方，我说：这个怎么会出现呢？以前都没有看过的，在形状。那个屋况看起来很好，然后呢，我就赶快当天晚上就跑过去找房仲，我们看完，隔天早上10点我们就签约了，很奇妙。那它是一个毛坯屋，它是完全空的，那它连管线都要重新牵，
所以它完全空的，连任何装潢都没有哦。然后呢，这是我们收到的10架是免费的，我们就赶快从另外一个教会，我们就在3天的期限之内哦，我们就把它搬到这个新装地方了。上帝为我们预备美好之地了，我们给耶稣一个掌声。好，对不对？很期待有没有？好，这是第3个印证。那我等下要讲第4个印证。那我们就有很多软件啊，免费送我们啊，这些全部都送的啊，30张椅子也是送的，其实还没说，现在很新哦。上帝供应我们很多，我们就开始打扫、整理，买很多东西，看访会哦，我们开始关怀人，我们开始建造教会，我们开始去家庭访问，然后我们就建造起来。感谢主！我记得那个时候呢，我们3月初开始，因为都没有东西，我们就买很多东西。到4月中呢，我们已经花了60-70万，60-70万也不是小钱哦，花很多钱。可是那时候呢，我们的建堂基金呢也不多。为什么没有什么建堂基金呢？因为呢，在去年1月的时候呢，我们原本有20多万的建堂基金，可去年1月我在跟神祷告的时候，有一天突然神跟我说：“阿国，你不要把你的信心建立在这20多万的建堂基金上，所以我要你奉献出去。”我说：“上帝，那你要我奉献多少？你要我奉献1%吗？如果是1%的话呢，好太少。10%的话呢，也是2万多块嘛，对不对？10%也是2万多嘛，2万多也是一笔钱。我说那你要10%还是20%？我还祷告去年1月，上帝跟我说：“阿国，你搞错了，我要的不是10%、20%，我要的是100%。”我听到的时候屁滚尿流了。弟兄姐妹们，如果你的祷告生活都没有起伏的话呢，你可能还没有与神的心对齐。相信我，祷告是一个很刺激的东西。祷告，你常祷告的话，你会常被冲击到，而且你会常觉得，这个意念到底是哪里来的？是黑暗权势吗？还是上帝跟你说话？你该分辨。上帝会透过祷告的时候跟我们说话，而且越祷告会越清楚。但如果你的祷告是很形式化的祷告，只是那种有一搭没一搭或5分钟热度的祷告，你很难听到上帝跟你说话。不是不行，很难，很难。等到你祷告1个小时、2、3个小时的时候呢，神开始跟你说话。花时间祷告就在省时间。我身边有很多事情被成就，我花3个小时省下了30个小时的问题。我花3个小时祷告解决了30个小时的问题，有时候更多。就觉得当你好好祷告的时候，神会让你做出更有智慧的决定，以至于你不会浪费很多时间在收拾因为错误决定而有烂摊子。你知道，当你做出一个错误的决定，你的烂摊子会让你花甚至好几年来去清除它。花时间祷告就会省时间。如果你现在的心态是，我觉得很忙啊，我没有时间祷告啊，相信我，你以后未来会有更多时间消耗跟浪费在因着你没有祷告而做出了错误的决定的收拾烂摊子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我看太多了，我的生命就是一个真实的经历。我没有祷告，做出错误的决定，我花很多时间在收拾烂摊子，在恢复那些关系，然后再慢慢的就是去处理一些过去的人际关系的问题，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绝对需要祷告，我们要花时间祷告，就是在省时间。阿们。所以我祷告，神就感动，开始把20万奉献出去。所以我们又有一个账户嘛，国泰世华嘛，我们4个20多岁年轻人有什么钱，外面的奉献我们就把它丢。到今年2月呢，我们已经奉献了40万，有8000元的建堂基金出去。等到我们要开入教会的时候，我们只有几万元而已，我们钱不多，我们那时候剩下15万，15万左右。所以我们光是付房租啊、定金啊、房仲费啊，其实我们就已经只剩下几万元，我们就很大的压力。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4月中的时候，我们已经开销到60-70万的时候，负债的时候呢，我就开始祷告，上帝，你不会希望你的教会是负债的。对，就像那个女孩子要尖叫一样，我就开始跟上帝哭求。我说上帝，你不会希望你的教会是负债的，我会供应你的教会。我说可不可以让我们3个月以内，我们这债务全部还清大批，而且还有盈余呢？你知道我祷告完之后，我心里其实还蛮空虚的。因为我就觉得3个月也太短了吧，那时候我会有才5-6个，而且一半以上的大学生，你可以想干嘛？根本就没什么事意。而且那时候我也没有感动要公开募款，上帝还没有给我感动要公开募款，我也从来没有公开募款，我是跟任何人私下募款过，我从来没有。我就做我的教会，建造神给我的教会，然后我们就继续做下去，买东西该买就买，反正我们就是有借这笔钱。我很感谢的，当然是无息的，基础建的，所以没有压力。那时候我祷告的时候呢，你知道很奇妙，神就开始动工。
然后神就开始透过一些人的主动的感动，就为我们奉献，为我们奉献。然后慢慢的大概1个半月后左右呢，就是我们开始聚会1个半月，就我祷告完大概2、3个礼拜后呢，我们就还到大概只剩下11万，11万，有没有还很多？很多对不对？11万，但11万也是一笔钱嘛，所以那时候呢，快要满就是大概1个半月，我们聚会1个半月后，我们大概负债是11万多，那是那个时候的账本。然后呢，我们的支数已经到81万，各位不知道什么这样子没关系。接着我就开始跟着祷告，你知道吗？感谢神，就是在我们聚会满1个半月后呢，1个半月后呢，有一天早上有个妈妈打电话给我，她说：“郭传道，我昨天晚上整个晚上睡不着哎。”我说：“那怎么了吗？”她就说：“上帝感动我要为你们教会奉献。”我说：“是哦，那你感动多少呢？”他说：“我教会现在负债多少呢？”我就把它翻开账本，我就说：“大概是115766万。”他说：“真的吗？”他说：“那我奉献116000给你们好不好？”他就立刻的冲到银行去了。明天早上呢，就把钱汇进我们账户了。从明天开始，我们就要建1个半月的时候呢，我们的债务就全部的还清。我们打拼到现在，我们有4、5万以上的盈余了。我们给耶稣一个掌声，哈利路亚！所以我就跟祷告，上帝不会让我们会友全部都晚上睡不着，那起来都每个人都要奉献，没有开玩笑的啊！我要讲只是上帝是很清楚的，神给我们是很清楚的印证，让我们开始经历神。我们下个礼拜就是我们第1次受洗典礼，也是我满4个月的时候，神在挑战我们，让我们增长20多个人。我们带一些人信主，我们关怀一些很久没有教会生活的人，我们持续的传福音。所以这个阶段其实我是相当的疲惫的我们身体还蛮累的，因为我们过去这个礼拜我们都做了很多探访啊、关怀祷告啊，我们遇到很多破碎家庭的孩子。我记得有一个姐妹，她就是2个礼拜前，她就告诉我们说，她身上只有62块钱，还有9碗泡面。然后因为疫情的关系，她工作被砍了一半，然后她身体本身状况就很糟糕，然后1个月还要花快5万块的这个医疗费。然后他是育幼院长大的，也没有父母亲照顾，是被遗弃的，他非常的可怜。我们就说，只要你在教会，我永远不会让你的路子。我们就开始为他募款，为他奉献，他现在非常开心，在我们教会跟我们一起服侍。我跟我的学生说，我也跟我的门徒说，我说教会不用永远存在，我说我们不用永远维持一个招牌下的教会，因为我们都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活着，对吗？所以我就说，就算我们1年后我们教会解散了，我说没有关系。我说因为这1年，只要我们可以带人信主，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都会继续的服侍。我们没有离开神的国度啊，我们还是神的国度啊。我们可以在不同地方里面继续的为主耶稣来服侍。我可以回去菲律宾，我可以去到台湾不同的城市，我们去开国教会。我要讲只是说，我们不是为着维护教会而存在，我们是为着建造神的国度而存在。阿们。所以我们教会第1个礼拜而已，我们就把我们第1个月的11奉献呢，我们都10分之一，我们就奉献给其他的教会。我们认养就新光联导会的这个每个月固定的奉献给他们，那时候我们还负债几10万，然后每1个月我们一定奉献1000块给1915嘛，然后我们看到有需要的，我们就算负债，我们继续奉献下去。我说只要我们教会存在1天，我们就要回应上帝的心意1天。因为觉得教会是有意义的，我们教会是为着改变这个社会而存在，所以你们是教会的一份子，你们是很重要的。跟旁边人说，你很重要，很重要。我们遇到很多困难，很多人不会像我们这样开拓教会。第一个，不会有人在同工不够凝聚的时候开拓教会。我是离开台湾3年的时间，然后同工都很松散。2个学生跟着我开始教会，2个大学生，1个出社会，我们4个人开始。因为他们有很多的状况，我们也很不够凝聚。我们是这样开始。第2个，我们在疫情爆发的时候开过教会，很多人都拒绝我们。我们会探访你们家吗？不好意思，不能到，可不可以明年再来啊？明年如果直接预约到1年后，我们就被拒绝了，我们很挫折。然后我们建堂基金奉献大部分出去，然后我们在新光从化区没有什么人的地方，我们要走路7分钟才会走到第1家餐厅，很远，隔2条街。然后我们那栋大楼也没有什么住户率不到1半，因为都是新盖的大楼从化区。然后我们是独立教会，没有宗派的支持。
我们房租每个月都要自己去支持。我们感谢神的事情是，神仍然给我们一个起初的爱来完成他的心。我可以有100个以上的借口跟大家说，我没有办法开拓，我不想传福音，我觉得现在不是时间，我觉得怎么样？但是我要讲一件事，只要你活在起初的爱里面，你会义无反顾、奋不顾身的为上帝服侍。Amen， Amen 吗？不要找借口，不是我不会找，我们可以找很多。那如果你说上帝，我活在起初爱里，我要回应你，我相信你可以找一个理由，就是主，我要回应你，来建造教会。好吗？经文怎么说呢？在启示录1章，因为有点长我就快速念过去了。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当起来书上拿以弗所、斯美拿、别加摩推亚、哥拉萨里、哥拉点杯，老底加那7个教会。”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音与我说话，一转过来就看见7个金灯台。那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他右手拿7星从他口中出来，把2根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然后我们把19、20节念一次好不好？行。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又把你所看见在60中的信息。阿们，感谢赞美主，赞美主。那7星就是7个教会的使者，7灯台就怎么样？7个教会7个教会。我们知道7在圣经是一个完整的数字，这不一单只真的是指7间而已，它更是指一个全部所有的教会，所有的教会。那我们看完这个经文之后呢，你看19节他说什么？他说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还有将来必成就的事情。也就是说，过去、现在还有未来的事情，来去把它写出来，并且传达给7个教会。第一个重点呢，我们这个我们刚刚念过了以弗所书第2章这个我们刚刚念过，所以我们先跳过去了。OK， 这是在讲以弗所教会。我们看见的第一个重点是，耶稣他在荣耀当中来谈论他的什么？耶稣在荣耀中去谈论他的教会。请问一下，这个7个教会是不是都各有它难处、困难、挑战，甚至是问题？有没有？都有。但是上帝他不是在一个很绝望的态度中去谈论，他没有说：“看吧，你们都这样子，讲不到几百遍了，怎么这么阿达巴蒙不利啊？怎么都这样子啊？你们都死脑筋，怎么办？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耶稣没有这样子，耶稣带着极大的荣耀，然后去谈论他的教会。他也说了，你们过去的问题，你们现在的、未来的，我都知道。所以我要开始一个一个跟你们说，而且你们要把它记下来。耶稣他从来没有避讳去面对问题，还有去讨论问题。耶稣他勇敢的去面对问题，大家阿们吗？耶稣勇敢的走上了十字架道路，因为耶稣很清楚的知道，问题的背后就是更大的恩典。耶稣的焦点从来不是放在问题上，耶稣的焦点是放在奖赏。他知道我必须要经过耶路撒冷，我才可以得着天父的奖赏，所以耶稣定义往耶路撒冷去。耶稣他是一个勇于面对挑战、跟面对羞耻、面对困难、面对他的软弱的上帝。我不知道当你今天在面对你个人生命的软弱或教会的问题的时候，你们态度是怎么样？你们态度是先叹气吗？还是你们愿意来祷告？你是先抱怨吗？还是你花时间来祷告？相信我，你有时间抱怨，就一定有时间可以祷告。阿们。我有太多事情可以抱怨的，我有很多事情可以抱怨，可是我不想要抱怨，因为我知道我过去一直以来神成就工作是透过我的祷告。当我说上帝啊，我需要你的时候，神就开始去转动那个属灵的齿轮来为你效力。有太多神奇的事情发生。神非常超自然的要帮助自己，感谢主，神在荣耀当中谈论他教会。我不知道当你今天面对你的孩子的时候，你的孩子可能会让你失望，
小组长、你的小组员可能会让你失望，但是我要你在荣耀中去谈论他们，去跟他们接触，跟他们连接。那个荣耀强到，甚至约翰都像死了一样扑倒在耶稣的脚前。因为上帝他看见了未来的荣耀，就是我们要成为新耶路撒冷，我们要装饰整齐，我们要如同新娘等候丈夫一样。我们必永永远远在神的蒙爱的城里面，与神永远同在。我们不再有日月光照，因为神要做永远的光，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我们的荣耀。所以，我们焦点不在问题上，我们焦点在上帝的荣耀上面。从荣耀，你要再看到荣耀。我们不要因为世界的软弱、世界的问题，我们就卡在这个地方。你不需要去捆绑自己。你不需要拿很多过去做错的事，重新的定罪自己、羞辱自己、撕裂跟别人的关系。当你今天跟别人在发生冲突的时候，你不要再拿以前的丑事，你不要再拿以前做过的事情，一再的定罪他。因为当你越去这样做的时候呢，你要重新再撕裂这个关系。你不要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制造更多的问题。我们要做的是解决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喜欢吵架中。我们已经不是在解决问题，我们是想要解决对方的。因为我们想要解决对方，所以我们开始挑对方的毛病，我们开始用人身攻击对方，我们开始羞辱对方，我们开始挖对方的料，爆对方，说：“你看，你以前不是也是这样子吗？你有什么资格说我？”我们知道更多的问题，我们用羞辱来面对彼此，以至于我们带出更多的问题。耶稣他知道教会有很多的问题。耶稣他做一件事，他在荣耀当中谈论他的教会。你们愿意面对你们孩子的时候，在荣耀当中谈论他们的问题吗？你们愿意先尊荣他们吗？先爱他们吗？你们愿意先拥抱他们，先鼓励他们吗？我奉耶稣祝福大家。如果你带着一个沮丧的心、绝望的态度、愤怒的态度来谈论这些问题的话呢，相信我，结果会让你更绝望，结果会让你更愤怒。就会让你更挫折，不会想要再活在这种复杂的循环里面。奉耶稣祝福大家，靠着耶稣得胜，突破。耶稣在荣耀中谈论他的教会。你可以想到吗？耶稣的荣耀是何等的高大，他渴望向我们彰显他的荣耀。第二个，耶稣用真理还有信心来处理人的软弱。很多时候我们是用真理。很多时候呢，我们是用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就是要这个样子。我不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再把人带到我们的面前。我们认为你要照我的意思做啊，因为我说的是对你好，所以你要这样做啊。你知道很多父母亲对孩子说的“我是为你好”，其实是很伤人的话。你是强迫孩子放在你的框架里面，告诉他说：“你只要离开，你就是不爱我。”你不照这个框架走，你不照我的路线走，你就是不顺服我，所以你是有问题的孩子。有多少时候我们用情绪来勒索孩子？我们用我们自以为的想法，我们上一代想法来要求下一代要活出我们要的生命。就觉得你要学会把孩子带到上帝的面前。在我们还没有好好的爱他们、祝福他们、陪伴他们以前，给他们任何的管教跟责备都是不恰当的。因为人如果没有爱，人没有办法承受你任何一丁点的责备。相信我，人的心是非常的脆弱，人的心是如此的柔软、脆弱，也是如此的宝贵。你如果不懂得好好的呵护彼此的心、对方的心，那你也不要去戳他们，你也不要每一次就去吐一个口水，你不要每一次都叹一口气。奉耶稣祝福大家。好好的呵护对方的心，阿们。我们可以学习温柔相待吗？我们可以学习，特别对方在跟你谈他的问题的时候，他是最脆弱的时候。当对方来低声下气的时候，是他最敞开的时候，你愿意以温柔来对待他，还是你要说你现在终于知道道歉了，我告诉你了，你如果要这样做的话，你会永远活在一个很紧绷的关系，而最痛苦的是他，也是你。何必这样子面对自己的人生？上帝要释放我们的自由，阿们。弟兄姐妹，当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软弱，
跟痛苦的时候，我们的神永远以慈爱对待我们。当你身边的人向你敞开他的问题跟软弱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用什么样的态度面对他。可不可以我们先解决我们心里的问题，我们再好好去面对别人的问题？如果你今天很急躁，你心里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你就立刻冲过去想要去解决别人的问题，你会一起成为他们生命中的问题，你会全部掉到屁，然后就一起跳到黄河里面。耶稣他用真理跟信心来处理人的软弱的问题。如果你今天没有办法讲出鼓励的话，那你宁愿不要讲话还比较好。箴言告诉我们说，愚昧的人不讲话，就算是他的智慧。奉耶稣祝福大家。如果讲不出什么好话呢，倒不如回去好好的祷告。你会愤怒，我会有很愤怒的时候，我会有沮丧的时候，我会有挫折的时候，但是我常告诉我自己，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如果今天我还是要继续完成神的工作，我要学会闭嘴。我要学会闭嘴。我是一个很喜欢讲话的人哦。上要我说学会闭嘴，因为愚昧人不讲话是算给他的智慧。阿们，先这样为止。好，你看约翰1节上，这样子放不下。你看7间教会呢，都在面临不同的问题跟挑战，但是耶稣仍然将他们托在手掌心上。耶稣他非常的爱我们，他在乎我们。好，我现在做一个简单的示范。现场的人有多少父母亲的，请举手。好，感谢主啊！未来要当父母亲的，请举手。未来，没有看法，没有看法。你知道台湾现在少子化吗？一个人生一打可以忙一打。当一个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呢，他是被抱在怀中的。大概10个月到1岁的时候呢，他就会开始走路嘛，对不对？他1岁左右，对不对？可是他走一走呢，他刚才学走路，走一走就一定会怎么样？他走一走，我要示范一下，我怕撞到手。被挡住了，算了，拦下来。他走一走就会不小心的跌倒嘛，对不对？那他就会哭嘛，妈妈就安慰他，他就慢慢爬起来。慢慢他可以走4、5步，他不是走1、2步就跌倒，他走4、5步、6、7步、7、8步、8、9步，然后不小心又怎么样？又跌倒一次，又跌倒一次了。传道人怎么一直跌倒呢 ？OK 好，那他又哭一哭，爸妈会站起来。慢慢他开始呢，可以走20多步路了，30多步路。可是因为他走得很开心、很兴奋，他不小心又怎么样？又跌倒了，又跌倒了。慢慢的，他起来之后，他不止可以走路，他开始可以跑，他开始可以跑得比较快。他跑得比较快，因为跑得很开心，他不小心又怎么样？又跌倒，我撞到膝盖，还好我有天天吃阿钙，健康的膝盖，对吧？广告太多，对，他要继续跑，继续跑。慢慢他不止可以跑，他开始可以上下楼梯，有没有？上下楼梯呢？他不止可以上下楼梯哦，他很开心，他一边跑一边上下楼梯，可是他很开心，他不小心又怎么样？又跌倒了，他开始哭，妈妈安慰他。慢慢的，他开始不止可以跑上楼梯，他开始可以跳了，他开始可以跳，他就很开心，他就一边跑一边跳，一边跑一边跳，一边上楼梯，他不小心又怎么样？又跌倒，现在又跌倒了。然后哭，妈妈安慰他。然后呢，慢慢他不止可以在家里，他一个人跑，他可以跑出去外面买东西，他可以跑，可以跳。因为觉得们，请问一下，这样的成长令不令人喜悦？令不令人喜悦？请问一下，有没有人刚刚记得我跌倒几次？没有算吗？答案是不重要啊，因为你们看到的是我从被抱到开始可以走路。开始可以跑，开始可以上下楼梯，开始可以跳，开始可以自由的进出这个场所。你们看到是我的成长，不会有一个父母亲这么恶劣的跌倒说：“你看你跌倒，你好烂哦！”再踹他一脚，丢一块石头，然后拍照打卡上传脸书。他们会永远会看见的是，他们会记录下来是：你什么时候开始可以跑？我为着你的跑步喝彩，我为着你的爬楼梯喝彩，我为着你能够跳喝彩。我为着你能够自由的行走喝彩。我们的天父看到的永远都是我们的成长，他不会去数算你的软弱跟问题，那根本就不是他的重心跟重点。没有说他说我们有软弱，我们有问题，所以我们要悔改。可是悔改完之后，我们就用一个新的态度跟生命来面对我们的人生了。
很多时候我们一直用以前想法去捆绑自己，以至于我们活在很多的惆怅跟压力里面。今天教会都有问题，可是耶稣仍然把它托在手掌心上。Amen。上帝非常爱我们，神数算你的成长。所以诗篇119篇说，你的恩典，你的意念向我何其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你光是数算神的恩典就不够了，你干嘛一直用过去犯的罪来重新的羞辱自己？何必这样子？奉耶稣祝福大家，你不要用别人犯过的错重新的羞辱他，没有必要。我们信主的人没有必要这样子，我们认识真理没有必要这样子。阿们吗？感谢主，让我们释放彼此，学会去爱人，学会去鼓励人。对，所以看启示录第2章，我们刚刚读过了。以弗所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他们会劳碌忍耐，他们不能容忍恶人，他们也很认真，他们可以事业，但是真的是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讲，他们也可以忍耐为主的名劳苦，并不乏倦。但是呢，他们这也是他们做好的，他们也恨恶以哥拉底党的人哦。那我们可以看到呢，他们呢其实有很多的特质，他们不能容忍恶人，很有原则，内聚力很够。但记得哦，他们是失去了起初的爱的教会。所以一个团体哦，或者一个教会也好哦，如果今天不能容忍恶人，很有原则，内聚力很够，可是没有起初的爱会怎么样？如果一对家长都很有原则，管教很严格，却没有起初的爱，会怎么样呢？会非常律法主义，会非常律法主义，关系会变得非常表面。哎，你怎么做错这个？这么做错这个？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不能这样子。我们非常有原则。我们很严格，这孩子会很照的 SOP， 像机器人一样这样子活着，但是没有关系的连接，而这绝对不是上帝要教。上帝要教是一个温暖的家庭，是我们在爱里面彼此相爱，自动愿意来顺服跟跟随的，是一个有很强的内在的力量，而不是在内聚力而已。如果内聚很强的话，通常排外就会变得很强，小团体就搞得很多，很爱搞小团体。那以弗所教会呢，试验挣扎的时候，可是当他们没有起初的爱的时候呢，就会让人感觉好像一直被定罪跟被控告。就觉得如果一个讲员或是一个牧者很会讲道，很会讲对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话，可是却没有活在爱的里面呢，没有用爱跟会友们连接的。如果是个小人，是个父母亲，那孩子会永远觉得我做错事情，孩子们会永远觉得，或小羊会永远觉得是我永远做不够。我都没有达到你的期待，我没有办法达到你的标准，好吧？那我要自我放弃，我自我放逐哦。因为只有爱能够使人改变，明白吗？以弗所教会很棒，可是他没有起初的爱，所以全部都歪掉了，后面都歪掉。那为主的名劳苦不乏倦，哇，有很清楚的服事目标哦。我们要只有这个，我们要有这样的奉献，我们要有这样的人数，很清楚的目标。可是他没有起初的爱，就会变怎么样呢？非常的目标导向，非常的结果论。以至于结果一不好呢，可能他们心情就会很糟糕；以至于事情没有做好呢，连关系跟着一起搞砸。可是一个健康的教会，就算事情看似搞砸了，却可以在彼此的和好跟鼓励当中建立更健康的关系。也就是说，所有的服事都是为了更健康的关系而有的。可是以弗所教会失去了起初爱，他们就没有了这样的关系了。他们恨恶尼哥拉一党，尼哥拉是以前的耶路撒冷大会的一个7个执事之一。后来他成为一个异端，因为他开始教导可以放纵情欲的主义，所以呢，尼哥拉一党是很败坏的，他们是很败坏的。那他们拒绝，他们也刻不代表他们是追求圣洁的一个教会。可是一个教会如果很追求圣洁，却没有活出起初爱的话呢，就变得非常的法利赛人，洗净了非凡的外面，里面却充满各样的肮脏跟污秽。他们一直在指指点点说，很道德感就很重。你知道有一句话曾经我听过，让我很扎心的。他说很多时候我们一直用恩典把外面的人带进神的教会，可是他们带进神的教会之后，我们就用道德观来看他们。我们跟他们道德的观感觉，好像说你要这样做，你要这样做，你不这样做，你就活在羞耻感里面一样。我们用很多道德的感觉来看对方，却不是继续用恩典来对待对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追求圣洁，却是有爱的。所以你看，以弗所教会其实是很强的教会哦。它是保罗建立起来的。后来呢，在第2次的这个布道旅程完之后呢，亚波罗也有来教过。后来呢，第3次的时候呢，保罗又把提摩太留在这个教会来牧养他们。那在保罗跟彼得殉道之后呢，使徒约翰也过来当小亚细亚7个教会的监督。
最近教会有没有很强的师资跟牧者？有没有？有，可他们失去了起初的爱。所以你看经文怎么说？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你必须要悔改，而且你要行起初所行的事。也就是说，他们后来所做的很多事情呢，外表看起来很棒，可是因为失去了起初爱，全部都坏掉，全部都坏了。越来越做的是在控告人，越做到后面呢，其实在搞小圈圈而已。很多我们以为这个东西，如果没有对的心，其实会歪掉，会歪掉。你看后面就说，起初爱什么呢？起初爱是一个初衷，或者是内在的驱动力，它是一个很内在的力量，来帮助我们可以有的心来去跟随神。很多台湾的孩子在填鸭式的教育中长大，他们已经失去了内在驱动力了，他们失去了教育的最本质的一个快乐，以及他们只是一个奖罚导向的。什么叫奖罚导向呢？他们一定要有诱因，他们才想做；有奖品才想做；他们有惩罚，他们才会去做。因为你要惩罚我，好吧，那我赶快做完功课，这样子我就不会被惩罚了。那你们知不知道奖跟罚的一个教育方式是最低的、最无脑的教育方式？你知道这是人用来训练动物的方式吗？因为人没有办法跟动物沟通，这是人用来训练动物的方式。如果今天父母亲我们是用奖跟罚来训孩子的话，你等同是把孩子跟你的智商让他跟动物一样。奖跟罚是最无脑的教育方式，因为不用把你做错我就打你嘛，你做对我就给你个糖果，很简单啊。那我没有说这样的方式不好，或者完全不能这样，或者犯罪，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要讲的是，你孩子越长越大的时候，你不能永远都讲跟罚，因为你孩子会慢慢变聪明啊，会成熟啊。你永远用讲跟罚，你就等于是把它拉低到同样动物跟动物的对等里面了。奉耶稣祝福大家，我们是有神的灵的，我们是有智慧的，明白吗？主，所以我们要脱离讲跟罚的想法。现在很多人去外面工作是讲跟罚，薪水多少？他没有去想我可以学到多少，他没有去想这个工作的这个延伸性有多少，他没有去看整个大局势，他只说薪水多少，是不是钱多吃小离家近，离家近？不是哦，那算了，我要找一个轻松的。很多时候我们的想法太短视，以至于我们做很多决定没有收获，很辛苦，把自己搞得很累。像有些大学生就很沮丧了，我哥怎么办？我出社会之后，我觉得找不到好的工作。我说什么叫好的工作？我觉得薪水很低。我说薪水低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工作。我说如果因为薪水而不好的工作的话，我们失去更大的机会。那他们没有盼望，对未来没有目标，因为他们只看到是薪水高，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东西。我说很多时候不是薪水太少，是欲望太多，是欲望太多。求上帝帮助我们可以活出一个更坚固的生命。那如果你刚出社会，你是22K、23K， 那个很 OK， 那是大环境使然，这不是你的错。可是如果你到30岁呢？你到35岁呢？那很可能就是因为你在这10年当中，你在这8年当中，你根本就没有好好的去读书，去建造自己，你没有好好的去看一些更有内容的东西，你都只是在看一些乱搞笑的一些网红而已。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成长，那就是你的责任，那不是大环境的问题。不要再抱怨了，因为事情会不一样。那什么叫罪恶呢？罪恶是没有打中目标，或者说我们可以把它诠释为没有回应到正确的对象。我们要结束今天讲到了。所以呢，有2种罪恶，一个叫做律法上的罪。很多时候我们只看到律法上的罪，我们却没有在乎关系上的罪。所以律法上罪是什么呢？律法上罪是很明确的，比如说杀人啊、放火啊、闯红灯啊、骂脏话啊、人身攻击别人啊、你说谎啊。可是关系上的罪呢，是像冷暴力啊、冷漠啊、我拒绝你啊、我不跟你讲话啊，或是我刻意的排挤你啊，这叫关系上的罪。甚至圣经告诉我们说，知善却不去行就是罪了。所以你什么都不做可能是一种罪。你保持封闭的心，它也是一种与神隔绝的意思。可是这个罪呢，不是一种罪行，它是一种里面的隔绝。因为罪的意思是没有打中目标嘛，你没有回到对的对象嘛。所以你想干嘛？一个男生跟一个女生夫妻吵架，男生就会说：“为什么我讲那么多你就听不懂呢？”因为女生呢，很多时候是比较感性接收的，所以你用你的头脑跟他的心讲话，其实是一个很伤人的事情。有时候我们像我是一个很头脑的人，我们一直想要理性来解释一大堆东西，然后我们认为你就要接受，所以情绪就应该不要存在。可是我们就忘记了，当我们选择先去爱、先去安抚、先去拥抱彼此的时候，其实很多问题是可以先解决的。
那当我们一直用头脑去跟人的心来去讲话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心的距离变得更遥远，而我们还自以为是对方不理解我们在说什么，这个叫骄傲跟自大。是很多很理性的人要去悔改的地方，这也是我以前认识很多的地方。就上帝这样子帮助我们，好吗？那因为我正在犯一个关系上的罪，我认为我用逻辑跟你讲，你就要接受啊，你不能有情绪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但是我以前犯了关系上的罪，所以我就用冷漠对待对方，我就有很多我的想法来对待对方，我用冷暴力的方式，我用不理解的方式，我用很没有同理心的方式对待对方，这个叫关系上的罪。你没有犯律法的罪，跟你犯了关系上的罪。那律法上的罪什么呢？你没有做什么错事呢，你就没有犯法。可是呢，关系上是你没有做什么对的事哦，你就是犯了关系上的罪。你知道很多婚姻呢，很多婚姻是有名怎么样？可是有更多婚姻是有实无爱。先生呢会把新丝带呢拿回去给太太，可是呢他不会跟他表达我爱你，他不会有爱的表达，他里面是很封闭的，他是受伤的。有实却无爱，那就是犯了关系上的罪。他没有学会爱人。律法上的罪呢是很清楚的对跟错，跟关系上的罪是关系上没有对齐。你用头脑跟他心说话，你没有对齐嘛？你没有先体谅对方的处境，你没有先设身处境，因为你也受伤了嘛。而受伤的人只会看到自己，不会看到对方，因为受伤的人不会换位思考，他不懂换位思考。律法上的罪呢，就是接受惩罚，你犯错就接受惩罚嘛。关系上的罪呢是关系破灭，是更严重的。好吧，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我们可以邀请事情来嘛，我们来做一些祷告。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活在主耶稣基督爱里面，让我们可以来去修复我们跟人之间关系上的罪跟隔阂。不要觉得罪就是没有把事情做对，没有打中对的目标，没有回应到对的对象。有多少时候你没有好好回应你的太太？你会觉得说，我给我的太太钱是蛮够的啊，我觉得我给太太，我觉得也是很不错的啊。很多时候会想很多，我们可以给到什么？可是对方其实需要的是一个最真实的。你可以想想看吗？全世界只有你，只有太太可以给你的先生太太的爱，全世界只有这位先生可以给你的太太一个先生的爱。他们没有办法在其他地方得到满足，因为只有你可以给他这样一个关系中的爱。你是很重要的，你要学会去爱你的孩子，因为全世界只有你可以给孩子妈妈的爱，全世界只有你可以给孩子爸爸的爱，而他们很在乎这个。奉耶稣祝福大家，让我们爱的行动打破关系上的罪，阿们。我们一起站起来，站起来，我们站起来，我们来唱这首歌的时候呢，我们来跟主耶稣来祷告。我们说上帝来帮助我们回到起初的爱里面。让我们悔改，我们说主耶稣，让我们与彼此的心可以对齐，让我们可以来回应阿爸父的心，让我们来经历阿爸父的心意，让我们从天父到天父，我们来经历阿爸父。花一点时间来祷告。我
而活而已呢？因为耶稣，你为我惨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亲爱的天耶稣，当我们来回应你的心的时候，让我们不要再活在关系上的罪，不要再活在冷漠，不要再活在一种自我拒绝里，不要再活在一种隔阂里。主，让我们越过对跟错来爱人，让我们越过很多复杂的情绪来爱人。所以主啊，让我们在祷告当中来得以经历你。开口为着你现在想到的关系来祷告，开口为着你自己生命的软弱来祷告。说主耶稣，不要再让我的软弱成为很多关系的绊脚石，不要再让我的抱怨，再让我里面的轻易受伤的感受，不要再让我里面那些自我控告来辖制我。开口来一起跟主耶稣来祷告。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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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需要你在今天早上再一次的释放我们，你再一次的高摩我们，你再一次来恩高我们，使我们可以来快跑跟随你。主啊，是的，主啊，在问题当中，很多时候我们会跌倒，我们会软弱，但是你仍然把我们托在你的手掌心上。你爱我们胜过爱世上的一切。主，你在荣耀里谈论你的教会，你在荣耀里建造我们的生命。所以主啊，充满我们，主啊，恩膏我们，主啊，帮助我们来恢复我们的心，恢复我们的心，也让我们学会用温柔来彼此相待，让我们学会用爱心来彼此对待，就帮助我们操练慷慨，操练相爱，操练祷告。主啊，主啊，因为彼此相爱永远不是简单的，它是一个命令，它是神给我们的挑战，也是上帝对我们的信任。所以主啊，我们怎么能够不为主活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主啊，主啊，充满我们，浇灌我们。我怎能够为自己活？因主耶稣为我惨死在十字架，流出宝血，洗我罪过，如此厚恩永远难报答。你拣选我，在创世之前，并接纳我，虽我并不完全，医治我，你医治我，让我每步化为甘甜，使我生命成为奇迹。现在活着，现在活着，已不再是我，乃是基督里面活着。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基督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的一切，我的一切全由神所赐。生命本源，生命本源依靠你而立。主啊，我有什么权利可以不为你而活？我将一切完全献于你。主啊，我有什么权利可以不为你而活？我将一切完全献于你。主啊，主啊，我有什么权利可以不为你而活？我将一切完全献于你。让我们去开口，我们来祷告。让我们开口，我们来呼求阿爸。好吧，那时候我要邀请你找一个对象来跟他一起来祷告，找一个旁边的人跟他一起来祷告。我们就会彼此来祷告，说：亲爱的耶稣，让我们来看见破碎关系的修复，让我们来修复那些破碎的关系，让我们学会勇敢的去爱人，也让我们学会能够看见人心里的软弱，主要不去定罪，不去羞辱，不去控告，不去抱怨，乃是来祷告，乃是来尊荣，乃是来去爱彼此。让我们开口，好不好？找一个对象，找一个 partner 来跟他一起祷告，两个来各位
有很多的伤害，有很多觉得沮丧、挫折的时候，有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受伤了，我们觉得被拒绝。但是我们说，主，当我们回到起初的爱，一切的答案就在那个地方。很多时候我们在世上寻寻觅觅，很多时候我们多东西，我们躲来躲去，我们又藏来藏去。很多时候我们好像是想要在未来找到答案，但是我们却没有发现，其实真正的答案就在起初的爱里面。说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你永不撇下我们，也不离弃我们。在我们软弱无助的时刻，主，你更是以温柔来对待我们。你看见的是我们的成长，你为着我们的成长而喜悦，你为着我们的进步而喝彩。所以主耶稣，主耶稣。罗马书第8章第1节说，那现在耶稣基督也就不再定罪了。我们感谢主，因为那赐生命圣灵的律已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脱离罪恶，还有奴仆，还有死亡的辖制了。所以主耶稣所有的定罪感、控告感，在这个时候要奉耶稣的名从生命中挪去。主啊，所有心中感到羞耻的、感到迷惘的、害怕的感受，主啊，那种被击打、被控告的感觉，要奉耶稣的名从你们生命中挪去。主耶稣，你要释放我们自由。约瑟的儿子若叫我们自由，我们就真自由了。赞美主，奉耶稣的名求。然后给耶稣一个掌声，哈利路亚。好不好？坐下来，时候跟旁边人说，我们要回到起初的爱。好，介绍一下我们的著作，就交给我们的主持人哦。可以帮我回到 PPT 吗？后面，就是刚刚讲到的 PPT 后面。好，那快的介绍一下我个人的著作。那我上次有讲过了，我真的讲得快。这本书是我个人的见证记。那有一些非基督徒看了之后呢，很感动，就决定要受洗信主的也有。有些年轻人或者刚信主的他比较深入浅出哦，然后呢就很简单，然后会很快跟他讲我怎么样经历神的复兴。然后另外一本书呢是比较深入一点的，会跟你分享怎么样来认识圣灵，怎么样分辨神的话语，或者是邪灵的话语，或者世界的话，或是我们自己的话语。或者胡思乱想的，你要怎么去分辨？怎么样去查验？怎么样去领受？怎么样去解析它？那另外一个叫内室祷告手册，会教你怎么样祷告，怎么样亲近神。一般的书房都有卖畅销书哦。那这个呢是阿国1分钟，会用1分钟的时间呢，用影片还有录音的方式，它不是书哦，来跟你分享很多的对比，比如说自卑谦卑的差别，迷恋真爱的差别，活着活出的差别，价格价值的差别。5分钟的录音来给你很快的分享，教导性质非常强哦，总共有300分钟，一集有300分钟。那另外一个是有关于季节，我今天只能稍微提到，但是我们要讲可以讲4个小时哦。有关于属灵的季节的概念，基督徒我们的生命要怎么样？世界跟属灵季节的差别在哪里？比如说世界的季节呢是往毁坏的方向走，可是属灵季节是往持续的丰盛的方向走。世界季节是受限于有限的时间，属灵季节是持续的迈向活出永恒的一个目标的。那差别在哪里呢？提到很多东西是比较深的。这个呢比较强，我先没有带，没关系，跳过。领袖训练怎么样挑战自己，训练自己怎么样可以当领袖？怎么样看见领袖，训练领袖？怎么样用灵魂体来传福音？有3个步骤会很简单的跟大家分享，怎么样能够理解一个当领袖的心境跟责任在哪里。那如果你想要来领受启示性话语，更比较深入一点的话呢，操练性质的话呢，里面有讲义可以印出来讲义你去那种影印店啊，用列表去印啊，把讲义印出来，然后你就可以去上4个半小时的课程，会非常实用。那如果你想要了解教会的架构你想要更多的理解很多的这个内建啊、外展啊、核心思维啊，怎么带小组啊，怎么办外展活动啊。然后怎么样去训练门徒里面都有提到然后全部都是用 QR 码，只是你买的话，里面没有 DVD 里面是一张纸，上面有 QR 码跟网址，所以你到世界任何国家呢，除了中国跟北韩以外，基本上呢这个 QR 码都可以进去那个网址可以用电脑开，可以用 iPad 平板，任何3C 产品都可以打开，好吧？这是为了环保的缘故而已然后也是很方便，用手机可以互传奉耶稣的名祝福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谢谢。
主啊，你相信的，不管是个人或者是团体，主啊，我们相信你都是关心我们的，并且你的手看着脚都为我们开始。主啊，我们常常软弱，不知道我们自己所做的是什么。主啊，我相信主都是全知道的，因为我们常常会担心其他人所知道我们的行为，但是我们却不担心主所知道，因为我们真正知道主是无所不知的。求主你帮助我们有见识，并持守的真道。主啊，我们相信我们常常所祈求主你的，向主你所祈求。主啊，我们常常会因为我们所祈求的不是很明显，但是主我们仍然能够持续下去。我们希望得到主更大的帮助。主啊，因为你清楚知道我们所需要的，愿求主你能够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所摆上的一切都是主你所教导的，都是出自于一切你所给我们的。主啊，你少了这些，相信这一切都是我们。主要求主你帮助我们，在今天所听到里面，都能够将这些话语都能够吸收内化，并且写出来。主啊，求主你帮助，让我们持续有这样的心思意念，能够为你献上，不管是金钱或者是能力。求主你帮助弟兄姐妹的摆上，都能够加倍的祝福。这样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颂荣。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主啊，从至始至终一切的照顾。主啊，通过这些讯息，我们理解，我们从父来到世界，我们要离开世界，从父那里去。主啊，我们所能带走的，主要就是一颗爱你的心。主，我们感谢你，主让我们回到你那里的时候，我们不是羞愧的，我们是站立得住的。主让我们能够在活着的时刻，我们就有个清楚的方向跟意向，是从上帝而来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让我们回到起初的爱里面，主啊，使我们来活出那个真实的自己，也让我们能够越过一切的对跟错，来去爱那些主啊在委身的关系中你所要我们去爱的人。谢谢主耶稣，主啊，赐福我们来建造健康的教会。我们要特别来祝福主啊，长老教会，主就赐福他们这样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当中。主要在家庭当中，这样的事工当中，主都看见主的新生的带领。谢谢主，主求你向我们说话，给我们印证，以及我们可以走在你的带领当中。主啊，感谢你，愿圣灵的感动和平安
常与众圣徒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儿童组写的那个夏令营的报名表。有那娃娃什么可以填写这个报名表，上面都有注明国小1年级一直到6年级，还有毕业生要升到国1的小孩子。今天因为不是这次周会举办的夏令营，在我们教会因为之前因为疫情的关系，场地现在很不好找，所以现在周会就说有1天，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他就办1天的那个夏令营，它有分北区跟南区，北区就在我们教会，希望我们每一个做父母亲的、做家长的、做阿公阿嬷的，可以很近我们就在我们教会这边举办，所以请你们踊跃为你们的神啊，为你们的小朋友来参与报名费300块，我们儿组这边有补助有补助，所以你们可能花一点点的钱，可以受益很大所以这个报名表，因为它有那个名额的限制，所以你们赶快报名，赶快做名额因为我们今年在我们教会，因为我们教会场地没有很大因为它那个这次的活动很丰富有静态有动态，所以就1天而已，所以请家长务必看清楚截止的日期，因为它报名费包含那个保险，还有那个他们的老干吃饭的中餐，还有 T 恤可以穿，所以300块，你去外面买 T 恤都要300块以上这个就很便宜，所以希望大家都能让你的小朋友来参加。以上报告，谢谢。小朋友大了可不可以参加？你们大三你看看，你把这个把我啥子把这个锅弄起来，请踊跃报名，大家都说那妈咪报名的。Iman o tusinsin ila pamulipot kila lako-lako o kabung matuasay sa nag-isgo ini no sinsin no yung sulisyan. Hai, tingnan! Ila kung ako ko lang sa pamulipot ka ng matuasay. Sana, umangkilan asan ka mo. Nawanin ila mo sa ito ko natin mo nung kayo namita. Kamadun. Iyan kita to yung na mafday ko gumo nila sabatan ako sabatan pasabay to kunado maulan pre kami sana kakinig yung nanay na ito ay asan kamo to napikingkin to na mo kumato asay to sa kasana to na to kiyong kay sanay pre kala kiki ay nga ito ko kyokai nimita daw hane jinye tu kena kyokai na ini wakai atau jauh gimana sah kamu begini hadirai tu pura kamu kena sabater tu kena ayat bingung sanai pas sanai tu baca tu jangan baca lah cici foi sakai we jadi kayak orang ini sana ayo karo orang itu karo tu awak tu kelas tu sanai ara kamu matrasa tu bikin kilo kamu kyokai kare ada karo asal tu akhirnya kalau buat tu nama bahasa yang lain ikan
我们要知道，下面一个是我们的服饰，你看他们的喜欢这个，你看他们的是啊，是手艺的，你要赛马啊，下个礼拜天早上8点半你都一到，8点半还能那么这一到，不然的话，我要跟你好，打龙，干的那8点半我们就来这边了，那么8个小时，那么这个你的，可以的，上面来练的，实在是这样，所以8点半我们就在这里在教会打一个报告。这时候，要谢谢我们的陈师傅传道，今天又再次的来带领到我们当中。谢谢，让教会也有为国的献